田球地动的农废挑嫩加工厂，人均的减减的50年，还係提繼續做。一罐罐又香又濃嘅鳳林挑嫩，係鳳林30世紀上嘅居民超有嘅回憶。早期個啲鳳林個挑嘅生產當多，嗰農服費啊。伊啲農會啲農委會嘅前線也係米人嘅嗰時就叫輔導啲農家人去提高啲營養，所以用挑嘅拿來農會，委託農會嚟加工，係得到成農民之類農會兩挑嫩轉去做船。迄帶嚟生人的太了，去市府台北上班轉來佢要特別帶着過去，佢啊比較懷念安尼本莊的嗰種的口味啊，細細都習慣的，拖太嚟去攞杯食，配備的認識的挑嫩嘛習慣啊，轉來都一擺帶食上，佢都想帶過去。挑嫩工廠地度全自動機器生產，一罐罐塑膠PP罐裝嘅挑嫩，以下為出罐後含夾包裝好勢。我哋當個因論個有法律規定影響黃挑嘅意圖，一個現代化嘅包裝係對民國86年起始，之前嘅36年鳳林挑嫩都係用傳統嘅玻璃甕嘅來裝。玻璃甕呢嗰時代用手工用業啊，76年的時間又改半自動是沒，這填充是唔是用人，是用機器去半充填用填充的方式就半自動。到86年的時間，因為時代改變，我哋感覺運輸啊，按照載出冇唔方便，像我載食譜啊唔方便啊，跳重啊，玻璃甕它會爛啊，所以要改到 PP 片呢。鳳林鎮嘅雜貨店地度，還係做得看得到鳳林挑嫩。我猜天然還係改上壓玻璃甕嘅地度嘅香醇之味。以前咧較香味啦，較有嗰種嘅傳統嘅味道，啲都小可有改變咯，冇買強壯嘅啦，唔過咧，我哋內配嘅還係還希望調高嗰種嘅味道啊。那喝起來就是很香那樣，很香，跟我們自己做的豆漿是一樣的，就純黃豆去磨了以後然後把那個豆渣過濾掉，就熟了，就是這樣。唔但將包裝有面冇相同，生產挑嫩原料黃挑嘅一田球也做就好講嘅。一下 PP 罐地度嘅挑嫩，用嘅黃挑嘅係對個人嘅美國來嘅。部分啲都進口嘅啊，政府嘅進口都來買都較少人種嘅啦，一部分少數啦。因為嗰個成本利潤冇拉高啊，因為工資升高啊，但是上收唔到都冇種嘅。佢個鳳林挑嫩。條三月用到都唔差，你講成本冇進口按大冇去做嘅，冇農費冇輸啊。農會的部分就是有提到說，因為礙於成本的考量，所以它目前都是進口外國的黃豆。那對我們來說，我們覺得這樣的黃豆並不是那麼理想，因為它太遠了，它是一個很遠的食物里程，它消耗了太多的碳。那可是呢，當地又不種植，就算種植了，價格又太高，所以他們也沒有收購的空間。比如潛規個人填表佢哋家鄉意思，
凤林镇北林里一群乡亲喺台大建筑屯上乡研究基金會嘅鋪頭下，利用1Q 2分lan無鋼嘅液體，將本土種花蓮1號嘅黃頭尾成立有機黃頭股東會。沙期地度嘅阿公阿婆聲音呢如係股東，而負責股黃頭尾。有沒有看到？來，小朋友，注意看啊！這一顆是黃豆，看到沒有？看到了。它跟我們旁邊的草有沒有長得一樣？沒有。來，誰告訴我哪裡不一樣？因為係用有機農法來種，黃頭田地度草濃濃嘅，我用人工去幫。然而係種頭度嘅聲音呢，愛去幫草嘅嘢咧。上工前先來做職前訓練，教聲音呢愛用嘅本出，乃係黃頭嘅，乃係草。如果你不確定它是黃豆的時候怎麼辦？第一個先看它有沒有橢圓形，第二個看它有沒有3個葉子，這樣知道嗎？老師，好，那你就拔起來看一看。拔起來看一看就不鹹了，那個黃豆變成冤魂去找你哈，不行。就看到聲音呢準備好勢，等佢立馬將佢小桶看佢腳頭愛去鏟草嘅。這一排有沒有看到黃豆這樣過去？好，那你第二排這樣子你知道嗎？哈。要連根拔起來哦，等一下。聲音呢，卡腳頭看起來幾認真，莫加拉火勢聲音呢係聽數落皮，安尼黃頭嘅那位上到行過抬頭行過江，沙期地度嘅老港中人係做先生，一鋪一鋪搞聲音呢做一條田色嘅優良。太多了，小寶，很少啦。啊，撒在豆子旁邊嗎？對。聽迄講按東上到東遠嘅範圍哈，就按用緊的去，按緊的去啊。你要是冇用啦，按大上配啊。一條有機黃頭田係用股東制土，係希望本韓國多嘅人來參加種黃頭嘅。採田嘅耕種人係勞動股，新人呢係學習股。是讓我們那個社區的小朋友來做學習股，就是讓社區小朋友跟着這些老農夫學習當時的智慧，那也讓他們有所學習，認識有機，認識友善的對待環境，認識關心自己的飲食這樣子。所以呢，我們的孩子就是學習股，那他們會利用每個週6的時間來這邊照顧農田、拔草、撒肥料、種黃頭誒，種黃頭誒哦，好高冇？好高。通常種到大概這麼高的時候，要做除草跟中根培土，就是植株一直長嘛。那如果我們幫它植株根部培一點土的話，它比較不會倒，會倒。有機黃頭田的股東，還有亞洲參加工作假期的外地民眾，一旦有假期股，利用2日以下的2日設置落田做事。平常係睇都市人面對各種田色，從然唔識見怪樣嘅。100多顆，你說一株可以長100多顆，那我可不可以自己在家裡的小田裡？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都市人天拜天陰耕種，滅出該度嘅小口，甚至落田耕種，我一定對地土、對耕種有韓國度嘅了解同想法。像昨天第一次拿鋤頭，因為從來沒有拿過鋤頭，覺得很重，然後又看到那個老農夫啊，他動作好利落，那我想說我們好遜哦，所以這我們也馬上就是抓那個訣竅。那我覺得這個體驗很不錯。就是之後像今天，你看這排都是我們鋤的，對啊，就很有成就感。那個剛我看那些那個工作達人，他們動作很方便，很快這樣子，說哇，轉然下田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對對對，就是體驗到說，就是
我们要更爱惜这个土地，这样子。你看，刚刚看到一些病虫害啦，然后什么，然后些像那杂草，我们昨天可能是昨天刚出了一点，然后马上又冒出来这样子。台湾所拥有的黄豆都是进口的，对。然后我想说，台湾还可以种出黄豆，对。然后我就是很期待，因为想说，在地种的，在地使用这样子会比较好。自家种嘅黄豆嘅最安心、最konkret，認同有機嘅理念，告訴亞洲人天無暗夜就來參加。我對亞洲嘅農民看到亞洲新腳嘅樂天，原拍上愛搞一等。我回去拿。真的假的？我现在回去拿帮你施肥，你不会放肥料啦？哎，我看你们这些，人家不是把它剪死，就把它那个。熱心嘅農民隨咗來一台有機皮。同亞洲新腳嘅分享耕種經驗。最基本哈，它葉子在這裡哈，你是放在它這邊。哦，葉緣的地方就對了。它的根部已經來到這邊來了。這樣了解嗎？懂。就是一些不懂的人哈，哇，怕它吃不到，往頭部下去，它太鹹了。結果還是吃不到。結果把它鹹壞掉了。哦。大家都在參與，我們幫一點小忙嘛。對不對？他們不懂，我們有教他一下。所以呢，他們常常會路過，看到我就開始念我說：“你那個草那麼長了，也不去除一除，然後你那個種得起來嗎？”其實常常罵我們那些農夫啊，其實他反而是最熱心的人。農業係鳳林鎮嘅主要產業，我長期因為人口老化、篩走，還有政府嘅農業政策，造成80%以上嘅田丘長期休耕。基金會執行人員希望加強各地工作假期志工嘅參加，還有同當地農民的互動，為北林社區加熱發力。那我們希望這樣股東制其實是希望擾動很多的人一起來參與，好捲動更多人來了解有機黃豆的種植。那也希望說帶起一個風氣，然後改變我們這邊的休耕的困境。Hello， 老師說今天第一課。話還沒講完。第一課真的採黃豆，用腳踩的踩。用一粒黃豆嘅就有好舒適，兩分人嘅田丘，韓國能睇學耕種嘅亞洲人，尤其黃豆嘅產量天數唔多。無論有一朵好樹，用來說每一場做無本做無工錢。烏沙潛古嘅鳳林人記憶當中黃豆嘅好滋味，也為漢白點下嘅有機嘅希望種葉。